咱指点，咱研究考察，这是一种啊，咱的兴趣啊，这个考察，这个考察呢，这个考察呢，那一般叫做团心法。
这是安全哦。我们体验对罗素不断的，因为罗素他开始发展考法，考法对罗素。对罗素甲苏准是这老天爷的功夫，修的机会，
第二个数啊，这个一大比就是分，就是观念，比分数，弯就是地方，轻就是普遍菩萨，这叫做四大菩萨啊，大勇啊，大勇是释迦，大主弥勒，这种因修有这得出。是安那来释迦叫做大勇，这种环境安尼微调出来，安尼有了无？安尼有了无？你讲看，你讲看释迦的，讲这个精神啊，这就是勇啊，所以看来这种大勇，特别，然后你得不了跟大主不变，所以都是安尼啊，咱即马来个看，咱你了不了做到，你呀，你了不了做到啦，做好，你了不了做到嘅啫。弥勒尊佛，弥勒尊佛，不是尊者，尊者是罗汉的，弥勒是菩萨，佛，弥勒尊佛。弥勒尊佛。无能上去，无能上。所以你也是以主为信条，因若是识达到咧，识达到，对啦，识达到咧讲做这个，
迄是当时人政府来互你的，你爱识挑毛，爱人民爱小的，小的就是爱放得下，小的，小的一切，放弃的一切，安尼才当有出人性，迄个人性才会出来。所以我们咧因说的，那么弥勒佛就是主义之道，那么咱对这个经典考法、修炼考法，安尼你就要去对这个。这里我们有讲呢。精神啊，那个内涵的啊。
第三有金经，大家能拿去推动人来后面头，对吧？那你怎样？你怎样？这个后面头出来的创伤呢？这些是真的，还有无主无受的主义啊，无后面就他主义啊，听到没？就这样的。从小家人早就有广播到现在，你考出来，那就考认真啊，你长期拍摄落来，现在做出讲的话，是不是？你要长期啊，要长期拍摄落来，这是我这是，拍摄摄落，拍摄摄落，教育兴趣，你这一讲的话，是不是？起码很多人啊。这个哪里，我们哪里听过？起码基本上情况生产的听过，我们生理呢，生理呢，生理呢，大于这个，这个呢，生理呢，这个方面是人家是，当然有了，有哪个来到本地，来到几个路来到外地哪些东西我们可以不要被东西，哪些呢？不是，我不是肯定的来到地方。不是这个进文化以后进入民主年代东西，直接进入文化来问他，会让我们有这个准备感。所以这里看爱情和友谊看，虽然这两个地方是评估安尼来的地方，我们经营这不是经营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特要，再来。对的是啊，我昨天来的中等啊，老婆说来的中等这个中等啊，就是讲不下去，经过是十华里啊，人民上帝无量心机，地尊地顶300狂般灵精在。人民上帝。无量权力，地尊地顶，300时空，万灵尽在。今天今天第7集，第2个星期，因为刚才讲的咱们这个是哪里？咱们。本身是上天降下来，上地降下来，无量天地，至尊至贤。300时空，万灵尽在，无极为到无极，无道为到无道。就对无极的体为无极，对无道的体为无道。你能放下，放你的心情啊。所以为什么咱地人的那个高等的中等啊，那个今天的基本里面，就是
老师有点嘛，马路起来点，对吧？今日这两三四五万里面啊，反正咱唔是讲唔是讲去不知啊，是爱迄个啥，最最精神啊，女性基础啊，女性的因素啊，还有亲戚之外，这种大多数人的，这是做出的考法。上天啊，才应着做出，应着理论，再来团结考法，团结亲戚的培养，亲戚的考法，方向是方向亲戚的考法，天阳是天阳亲戚的考法，叫做天平考法了。一个一个的亲戚的考法拢不会讲。那回去呢，咱即摆能够差不多百外年前啦。那讲不当心哦，这讲袂方便啦，这个时阵的考法讲袂方便啦。即摆讲袂方啦，因为对做书的考法来讲袂方啦。一时的这个新闻啦，新闻啦，你若当时要传咱讨饭哦，免上。当时若要讨饭啦，大家都免上，你考法袂方啦。明年的话，起码这样的考法，这样的经济那也懂了。这就是因为啊，因为来讲啊，伊有那个是哪，主母性啊，主母性的那个代理的，你来的话，你来的，安尼讲起来哈。在医
始啊，开始先安尼开始拿起去上面，你个时时开始用，开用个用经验，体骨。你个体骨若走出来，差不多已经要，迄个腹背上已经要切一半。本来都无个嘛，是咱来走出来，你个体骨个，你家己先啊，体骨第一经验，南无，啊，你讲我个第一开始用南无啊，咱毋是落去用讲出南无啦，你用体骨，起落来，本来是无音效、无声声，对吧？无声无透，是咱道理啊。安尼可能你就拿迄个家产的声音，你就拿起来，安尼已经迄个就是，所以真正有真正头壳是个地心的，地心。所以我哋讲个咱人在经济来变讲啊，这就是叫鸿毛借下。学习毛，借下有咱人啊，咱人这个心哦，后天的心哦，后天的这个心是后天的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心啊吼，咱这个后天的心啊，有几种？下的啥呢？毛的啥呢？安尼啊？啊，再来，你讲没有？咱后天的人生啊，我这三大条，一时啊就无一早，安尼啊，写的书，无的思想念啊吼，思啦吼，想啊念啊，咱的思啦想啊念拢啥？拢啥？所以这个考察的是讲在内心真正咧把你这个是哪写妄造，你提出条件，尽管出来，不管出来，对吧？啊呢？你觉得书秀原来那个你想不到，听到一个看，听到快，所以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咱夹起来，一个人就听到三个拢夹起来，所以对我连三个，这是三个。所以叫做鸿毛借下，毛就是心毛啊，下就是偏下，不就之下，咱的心毛就是这三个毛好了，那这三个地方就是老妖来了，咱说的是啥呢？偏下。天下，而且是讲笑，啊，这嘛想到来是比较好。
这个天理，天这样，天理也会了。所以今无理今天啊，这个方面啊，这方面就是用在必须这一类这了解，五年的话，一年养不出，养不出，那这个这个关系啊，这个太阳光底下，太阳啊，它有它的量，现在来这个，我说有量，在公园，好。把这个人生现在是非常重要的，注意看啊，注意看啊，你这做不到讲，你能做不到就是你能配合不到，那你在工上，然后我们做不到，这东西有些人做不到，现在爱刻意的，我刻意讲我讲不出来，在领导我讲不出来，你能不注意看嘛？我呢，你呢，意识啊不是变小的嘛？但是听了就是你能够想到他，系啦，听了会感觉特别棒，唔是讲讲不到，唔是不能咧，就是你感觉，你觉得特别棒，你的意识不是讲他别想，别想，别就俾你去，别就你也别就去，好，思考嘅是用在地心，如果心哪已经低了，靠不下。请你听咯，考法是用在地心，心哪一定比较多些，考法下，考法那些，这地中间来的啦，人眼光有所不的，这里都会，所以咱每年啊。接着考法的迄个声效，不能接着考法的声效。因为我讲考法的第一就是南无啊，你就接着南无就好了。就嘛，不是你嘛，但是南无第一就南无嘛，你还接着南无的，接着这个声效声下，你还是不懂得这个真口诀，这是你们考法第一步考法你就已经唔知你嘅中文嘅，如果启用你嘅中文嘅出来，所以这个读出来，你用到啦，这个头脑都出来，到底我根本。这个镜头读出来，这种中文，我镜头读出来，真的读出来，真的叫出来。所以，咱伫一般做啥？一般这叫做免费就业的班，老师第一步就是咱要启发成长的力量，遵循这个前面的创新就是这么。成长的地点把咱的成长唱年来的地点爱怎么样？爱刻出来，就是讲，你这个若是你头脑浮出来，等你就写出来，我按就算起来，那就对了。这个就是咱这个一头咱这个安怎用精神，要提升心哪一定？心袂低的时阵，爱用这个考法来提心；心若拢低了，考法爱搁写。但是唔通一条考法的声响，唔通一条考法的声响。我即马要讲一句话：文以载道，道不载文。文以载道啦。既然领导文章都有文章文以载道，但是道不载文，
直接分享，唔通直接分享，咱爱体会到，唔通要直接分享就对。所以，伊安尼，咱即马，咱的心情讲，反正后来即马经过，结果咱讲者考过来，咱多说说，反正考过来就讲诶，这。第一个部分咱第一个迄单纯另外体格来叫，这就是三级表叫做三级妙道吼，这就是五级的妙道。上帝所讲，上帝迄个是讲念专迄个专念。接下来呢，太极。人讲我从太极进去啦，多如虚无啦，虚无生起啦，生起。再来呢？第三步就是方极，方极是枪，方极，所以太无极是真理性、真相的，太极就是原始组成，迄个原始的组起啊，一起原始的组成，方极呢？方极就是造化之理，造化之理，造化之理，你造化，你造化，你这个对这个至尊至强，这来造化，你先不谈你这个造化之理。原作品，真理性，真理性，原始作品，造化之理，造化之理。接下来。